什么鱼老朦胧？这谁？这谁？工作压力不要太大，干不完的工作可以介绍给我。多笑笑，敞开心扉，咱俩喝点开心多乐。什么鱼老朦胧？这可以做我做的工作对吧？我做的工作可以分给这位哥哥。应该也是演员吧。但是，我感觉就是说话的语气，有可能是，不是我一开始心里想的那个人，是不是烧饼？因为他一直在说多笑笑，敞开心扉，开心多乐，就他总觉得我好像平时不太爱笑，然后烧饼给我的感觉是他希望大家都很开心，有很多的笑容，所以我猜应该是烧饼同学给我的祝福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猜对。如果我猜对的话，那我谢谢烧饼，我也希望你能开开心心的，你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。咱们都不会跳舞，但是咱们既然敢去跳舞，我觉得就挺好了。烧饼加油！